走，赶紧给他弄起来！你找事吧，你找事吧，走不走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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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明，你冷静点儿。哎，戚明峰。珊珊，冬眠取堂弟，一会儿把糖给他吃了。那个，别难过了，嗯。好了好了，知道你受委屈了。行不行？断队了，这都。哎爸，都别闲着了，好不容易出来一次啊，兄弟聚会嘛，都开心点。干嘛呢？都愁眉苦脸的。